睡好。有心事儿啊？没有。没心事儿，你的工作状态怎么那么差呢？啊？你要知道，雷珊珊，你是咱们公司策划部的一个灵魂人物。如果你每天这么吊儿郎当，这么稀里马虎，我的 idea 我找谁要啊？对不起啊，田总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以后我会注意的。雷珊珊，你如果有什么心事儿需要 vacation 的话，你可以来找我。甚至说你需要发泄的话，你也可以来找我。田总。发泄是找您的话，那不太合适吧？那你就把你的情绪给我发泄到 PPT 上，发泄到 idea 上，发泄到 case 上。我不希望像今天会议上这种情况以后再发生。明白了。咖啡钱从你工资里扣。